是安怎爸母甲阿公阿嬷会晓讲台语，咱会拢用华语和囡仔讲话。刷落来是我的看法。第一点，囡仔小的面皮，现出时社会甲媒体的主流是华语，而且伫学校敢若伫台语课才讲台语，时数嘛较少。囡仔甲同学朋友斗阵的时阵，拢是讲华语，转来嘛袂惯势转转来台语，惊讲毋对，阁惊改叫，愈无讲就愈袂惯势讲，规气就歹讲咯。第二点，家庭环境，爸母互相拢用华语讲，家己本身嘛无啥晓讲，惊囡仔听无就有爱讲。阿公阿嬷会晓讲，说华语甲台语掺做伙，得个斗菜刀。上害的是爸母阁阻挡阿公阿嬷甲囡仔讲台语。第三点，爸母爱民主，爸母本身的观念偏差，认为台语是方言，是老一辈，无就是社会下骹层的咧讲的话，出现粗鲁兼无水准的错觉，普遍认为学外国语言后摆较有出头，会使趁较侪钱，得到较悬的社会地位，互爸母有面子。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时间长咧一点一滴流逝，毋过咱千万毋通失志。这个问题咱拢知，敢若无愿意面对，爱先甲家己的观念调好正。刷落来，对家庭教育开始，豆豆仔甲囡仔成互惯势讲台语，落尾甲规个社会环境转势转来，安尼才会使互台语这么水的语言世世代代继续讲落去。作者卢坤林，2023年4月21日。